这座山呢，在清朝的时候，古图上就已经记录它的存在。那原来有3座山，那随着市区的发展，那现在最明显的就只有这座山了啊。在日本时代，也是我们成功国小小朋友远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有历史的影像。那这座山承载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忆，那也在我们水交社里面啊是一个亮点。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市民呢，能够到桂子山这边来哈，登高揽胜。那一方面也可以回顾过去我们整个府城的一个历史的意象。那大家也可以往西看一下，尝试的我们看向海边啊，因为在日本时代它有一个地名叫做细涧之丘，也就是说在这个丘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潮汐。我们找到最早的旧照片就是1938年，然后明治公学校的小朋友。他就是从市区远足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凉亭呢，都是通透的，只有柱子，每个角落呢都是3根柱子，非常特别的一个通透的一个凉亭。屋顶这上的平板有一个三角点，那个地板也有一个三角点，是当时候日本人就是在这边当作是一个测量的一个点，然后连勤的测量点也是设在这个地方。当初在那个桂子山还没有整治之前。整个山几乎都是流浪狗盘踞在这个桂子山上面挖了非常多的狗洞。经过这几年以后，桂子山的整治已经好了以后，我本身在我们关怀祭典也带我们大城里的长辈，将近40个人来桂子山参观。我们由后面的无障碍到桂子山的上面，到上面以后，由桂子山的上面。环顾四周围，每一个长辈觉得非常满意，也觉得非常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水交社过去在台南，不管是在国防以及这个我们地方都是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很多历史上保家卫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这里面发生。另外，除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之外，我们也把这个地方那个桂子山整理成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特色的景点。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在春节的时候或在平常就可以来这边，不管来水交社眷村的店来消磨一整天或一个下午，或者是来桂子山爬这个台南府城第1高峰，这个是网友的戏称，但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有历史文化的意义，有休闲产业的意义，欢迎大家来桂子山。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2月1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南部急诊病房年后出现超崩的状况，台南这个5间病院急诊室出现超过130趴的负荷量，台南市立病院甚至来到300趴。台南市卫生局调查发现，主要是因为大肆新闻造成大量的流行感冒患者前往大病院。呼吁民众爱先了解症头，才来看医生。病院急诊室外口有20位病人等待叫号入去看医生，连领药的柜台拢出现排队人潮。过年了后，通常是传染病患的季节。今年天气较冷，加上大 S 流感过身的新闻效应，台南市的新台病院、永康幼儿基理病院、安南病院、甲台南市立病院5间大型病院出现急诊病房患者超载250趴，其中台南市立病院竟超过200趴。今年的急诊的来看诊的人数大约是旧年的加1倍。打过年大家开始住院的需求嘛较济所以大概。目前大概每天有50个人在单程。大部分还是流感跟肠胃比流感还多，
所以今年的疫情比较严重。台南新楼基米咖喱甲台南营总嘛超载200%。虽然病院伫旧年年间有开设特别门诊，不过整体急诊患者人数比去年增加1倍左右，予医护照顾患者相当的忝。这个量数的话，应该有3-4倍左右。尤其是在整个各家医院的急诊的部分，的确是在医护人员的负荷是蛮加重的。部分医院急诊拥塞，卫生局已于上周联系医师工会及诊所协会，请诊所加强门诊收治，协助分流发烧及轻症病患，减轻医院急诊压力。台南市卫生局赶紧协调门诊分流，同时呼吁民众若是身体无爽快，先了解病情类型甲镜头的轻重，搁进行就医。平常时嘛爱做好保护，才会当身体健康。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中立12号、13号甲中华队比赛韩国乐天巨人队，目前进驻台南亚太野球训练中心展开训练。因会先甲台南的3支球队交流，同时嘛会免费指导台南的选手。因的教练对台南的训练场相当热络。市长黄伟哲也表示，相信韩国乐天巨人队对台南野球行销甲观光旅游拢会大大加分。开卖34亿的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其中拥有25000席座位的成棒足球场已经完工。因为整体园区具备国际比赛甲训练水准，所以几年前韩国职棒乐天巨人已经进驻，将为期41天的春训。记者实地到副球场看因练球状况，其中总教练对场地环境的热络甲。等于是替台南拍知名度。有这样的后备，有这样的硬体设备的场地舒适度都不错。我跟以前的前辈他们打击、他们比赛的场地都不一样。这样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在台湾的台南，我们可以让这个3级或者是业余球队。有这么好的环境比赛，我是觉得这个场地是蛮高的水准的。面对韩国职棒6冬后再次选择来台湾台南展开春训，同时免费指导咱的3级棒球选手，相信对提升选手的实力，对台南观光甲棒球行销拢大大加分。相信对于小选手，未来他们的一个。对于棒球的热爱一定有增加的效果。那同样的，我们对于城市的行销，韩职的球员来台南，他们一方面了解台南的风土人情，一方面在训练之余也可以做城市观光以及深度旅游，这些部分我觉得其实都有加分的效果。据了解，韩国职棒除了乐天巨人、接刷 NC 恐龙以及日本甲南非等国家的球队，卖陆续来台南训练交流，互球场的使用愈来愈热烈。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台南咸水的风炮11号上午盛大举行起炮仪式以后，将展开2天的风炮射进活动。市长黄伟哲亲自为活动揭开序幕。嘛邀请大家做伙来咸水体验风炮。11号就是元宵，一年一度的咸水风炮嘛，将伫11号暗时登场。一透早伫武庙起炮仪式已经吸引不少民众围观。3、2、1，请起炮！台南咸水风炮就是每当元宵的重头戏，建被列为世界3大民俗庆典之一。在个上午伫闹热的起炮仪式过后，就将展开2天2夜射箭活动，而且还有火车游行甲民众互动，不只要延续过年欢乐的气氛，更希望为地方消灾祈福，邀请大家做伙来体验礼炮的震撼。我们保存这项传统，不仅是希望为地方祈福，那也是希望延续这个过年欢乐的气氛，在盐水风炮在正月15元宵节的时候达到最高峰。所以呢，我们很希望
大家一起来体验、感受到这个民众以及宗教上的欢乐。那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感受看，不来这个一生不来一次盐水风炮，真的是会蛮后悔的。伫咧炮仪式过后，已经迈入25档的大台南囡仔先表演表演艺术团队，嘛伫武庙的广场接受市长吴依婷颁奖表扬，希望台南特有的人文特色甲传统艺术，伫武庙支持，一定要世代相传，互活动内容一档比一档精彩。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樱花里银通社区的村牛。伫过去得到第1名以后，就已经放入活动中心等视。今年的吹风拍里，外口拢已经歹去。经过中西区公所甲社区做伙整修，搁请工艺师彩绘加工，在元宵节进前重新甲无，希望互民众望春牛好运气。3、2、1，请揭幕。伫个中西区长蔡家福以及侪位里长甲伫民意代表共同的甲舞，即只重新装点的彩绘春牛，就伫个区公所的门口来展示。区长表示，即只春牛原先是民同社区发展协会参加文化局的看春牛设大家创意春牛精选创作的第1名作品，后来经过风吹日拍，伫个农历年进前，里长就提起要来重新整修的构想。经过社区的里民，甲伫工艺师分工来彩绘，才有今仔日新的面貌。春牛其实是冠军牛，因为伫111年是由咱永华里银同社区咱的曾确院里长他们去参加文化局的创意春牛甄选的比赛，当时获得票选第1名普我现在甲鼓励者。但是对于111年的放伫咱的活动中心外口经过了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已经褪色那上面的装饰也都脆化斑驳了伫咧过年前咱里长有提出讲想要重新来经历的这个想法所以那时候刚好公所也有一批我们要报废的旧的行政区域图所以公所就利用这批要报废的图纸运用钩抓的方式协同我们的公所的同仁一起来改完成伊的身体所以他现在是纸糊的。工艺师刘进文甲着伊的学生，依照今年春牛图所对应的色彩来上色，用了2天的时间，为春牛来装点吉祥的图文。现场嘛由着区长带领各位民众做伙来望春牛，向前吉祥。望牛角，趁钱稳达达，趁钱稳达达。望牛耳，健康吃百二，健康吃百二。望牛嘴，万年大富贵，万年大富贵。目前，这只春牛就放伫区公所的门口，区长欢迎民众来现场望春牛，而且翕相上传脸书，并且拍卡标记台南市中西区公所。公所还阁准备新春祝福的小礼物，限量只有200份，上网为止。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骨科医生在面对骨质受伤、甲骨断等等的问题，传统上会用下压式骨板来治疗，但因为伊会影响到血液循环，因此有了附属式骨板。即马第2代附属式骨板，佮加了角度变化，提供患者佮较好的选择。2025年，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的社会，也就是每5个人都有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长辈上惊的就是跋倒。尤其骨质受伤，容易造成粉碎性的骨折。过去医师拢会用传统的下压式骨板来固定骨质的稳定，但因为垂直下压影响到血液的循环，
后来有了富所式的骨板，随着科技的进步，甚至第2代富所式骨板，还佫增加侪种的角度，会用个避免因为骨质疏松所袂得的困扰。今年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我们遇到骨质疏松是比以往更加的严重，更多的病人有骨质更加的疏松，所以这时候护锁式钢板它由于是要正向的锁住才会固定，你只要偏一个角度就固定不好。但是现在因为骨质太疏松，遇到骨折非常的粉碎，你在锁护锁式钢板的时候，因为它要垂直下压，正向胶，所以有时候你想说我要锁那个碎片锁不到，所以在5、6年前开始有多角度的护锁式钢板，它跟传统的护锁式钢板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有15度的自由度，你想要偏左15度、偏上、偏下、偏任何一个方向有15度的自由度。那当你想要锁那个碎片，就是可以这样锁过去，同时不影响护锁式的结构稳定。贵综合病院骨科主任吴国珍表示，经过2年前欧洲骨外伤医学会的研究证明，对着远端桡骨骨折，使用新式多角度的护锁式骨板，会比传统护锁式的骨板更加好。不但愈合后的手腕功能，甚至手术的时间嘛缩短。但护锁式的骨板健保并无来给付。目前病院对去年8月引进，到目前已经完成48例远端桡骨粉碎性骨折的病人，提供患者侪角度的选择。台南新闻林元根采访报道。2025大阪世界博览会将于4月份登场。民间发起台日共玩台湾自己馆计划，展出台湾的文学作品、生态甲艺术，而且佮新举办台湾荣光巡回展，展出黄土水、陈澄波等等艺术家的作品。首场台日共玩台湾荣光大阪世博新前巡回展在东门美术馆登场。包括黄土水、朴天生的雕塑、陈澄波的画作等艺术家真迹都在其中，多达20件作品要呈现台湾100年来的艺术荣光。就是把我们台湾前辈艺术家到日本留学，获得非常高的肯定的艺术家，从黄土水、陈澄波开始，再来呢，再带出我们台湾呢，在每个时期重要的艺术家。计划前后构思1年多，东门美术馆无偿提供空间，门票收入将全数捐给台湾自己馆团队，作为赴日展出的经费，用行动支持台湾。来参观的收100元的那个门票，所有费用全数捐给这个台日共玩这个团体，做他们的一点那个小小的那个补助。台日共玩呢，最重要就是那一个玩，因为安倍首相曾经说过，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而这个玩其实就是船的意思，所以呢，共玩的意思就是台湾、日本在同一艘船。大阪世博会预计将有3000万人参加。台日民间共同合作，让世界知道台湾不只有晶片，还有艺术、文学与生态。记者收回台南报道。即马真侪台湾人有食早早的习惯，中阳区有一间素食早顿店，主要咧卖煎饺，用高丽菜、蛋粉、红菜头做餡，皮增加脆脆酥酥，阁袂伤油，食过的人客拢真饿乐。早餐对许多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餐，现在也有不少民众有吃早餐的习惯，也因此近年来贩售素食早点的业者越来越多，提供给顾客更多选择。左营区就有家素食早餐店，以素食的煎饺作为主要的贩售品项，清爽可口，非常受欢迎，甚至有客人吃完觉得好吃，还会再回购与亲朋好友分享。这个口味真正真好，连阮囝你知道吼。阮囝进前捌食到这个，讲哇，哪遐好这个煎饺啦！你看像我即马这，我早餐已经用完了，即马替朋友买。虽然是素食的，但是很好吃啊，就是里面都是菜啊，不会有加一些有的无的东西。阮是自细汉就开始食素食，到即摆啊，因为朋友最好的朋友有因家己本身就有开，啊，所以讲叫我倒落去。伊加减啊做看卖影安尼，一直做到即摆码头就要20档啊。阮是
完全拢是高丽菜，啊，内底有一寡一种红萝卜，少许的红萝卜，还有那个冬粉，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啊，拢家己做的。加菜的时做费时间呢，你若3点开始做，拢差不多爱到暗时8点外、8、9点较会好势。一摆做起差不多拢做30、40斤。30-40斤的话，拢差不多爱做足久的时间。素煎饺的内馅用新鲜的高丽菜，加入少许的红萝卜，还有冬粉，外皮煎的酥脆，也不会太油腻。吃过的顾客都赞誉有加。而为了确保新鲜，店家都是当场现包后下锅油煎。另外，煎饺以颗为单位计算，让客人可以搭配其他的餐点一同享用。阮的煎饺拢无冷冻，拢是当日包啊，当日煎。拢放伫冷藏里，无会冷冻的，所以这种的口感较好食。本地阮咧煎的煎饺就拢袂介油啊，你若像一般，阮是毋知影，有的人讲哦，话煎起安尼足油的油彤彤，迄安尼，家己食就感觉足恶心的啊，所以讲阮的煎饺煎起袂介油啊。平价的素食早点不止附近的上班族喜欢，下午的时段也会有安亲班或者宗教团体团购当点心。老板娘希望用亲民的铜板价，让顾客可以吃到高 CP 值的素食早点。记者潘志光、陈义君高雄报道。你敢知影叨位会当同时打卡正滨渔港彩色屋、甲阿根纳造船厂2个景点吗？家人有一间文创餐厅。特别打造一大片的落地窗，让民众会使翕到好相片，带你来看卖。到底是哪里可以同时打卡正滨渔港彩色屋跟阿根纳造船厂？答案就在正滨渔港彩色屋对面的一家文创餐厅。它是由老屋翻修而成，透过许多创意设计，希望吸引游客，成为一个热门的拍照打卡点。大片的落地窗，对，就是270度嘛。其实邮轮进出看得到，因为其他的邮轮进出看不到。邮轮进出，幸福、愉悦、快乐。你看每个人去那边不是就是很高兴、很快乐，对，然后下雨天都愿意来，因为定义还不错。对，幸福、愉悦、快乐嘛，对不对？3大舞台，所以我就觉得这里是真的，你就每天坐在这边，光看这样就知道说，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真的是很优美的。那我这个地方不卖钱哦，我这个地方就是让每个游客来打卡，因为如果卖钱，它会怎么样？它就占据。那我希望说每个游客来到这边，可以在这边打一张漂漂亮亮的卡，对。所以我这里不卖钱，对。像刚刚后面那里也是不卖钱，纯粹让人家打卡。就是上来4楼这边，对，因为每个人都会想要做嘛，那其他人怎么办？我干脆这里我会上面写一个打卡区，不是座位区。像之前来这边的话，就是在外面吹风淋雨嘛，但是就是刚好经过，发现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就是喝咖啡，其实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一进来就发现别有洞天，因为其实你坐在这边可以看彩虹屋之外，还可以看另外的那个阿根纳，对，就觉得就是可以不用在外面吹风淋雨，然后再来就是这边其实整个气氛环境还有就吃的都还蛮不错的，对他印象蛮深刻，所以就会固定只要有经过这边就会想过来这边坐一下这样。当初就希望说这个场域不是只有彩色屋，还有一个什么？当年风华的阿根纳造船厂，当年是美国投资的一个高级游艇的制造厂。虽然风华已经落世了，如果坐在这个角度来拍一张照片，是不是可以体验当时的历史的沉积风华，让我们能感受真正在地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更何况我知道的是，市政府现在要跟台糖在后面要做饭店，所以如果我们民间也愿意在这边投资一个空间，让每个人来可以拍个照、打个卡，对宣传基隆有绝对的功效。担任许多汽车节目专业车评的黄总，因为爱上基隆这个地方，特别跟朋友一起来经营这家店，希望透过店面环境的营造，让大家从不同角度看到正滨和平岛这里的美景。我自己本身有一些收藏品，那你知道台北的地价很贵，房子放满了以后会被家里人念，所以只好怎么呢？只好就是说要找一个不会太贵的地方，买一间房子来放东西。可是没想到东西一放，反而喜欢这里了。所以你看，很多东西都是缘分，你无法去说设定你现在的目标。可是明天走到那里，你会发现目标是对的。好，那更何况我现在享受了基隆这么好的包括人文风景，还有结交了好多好朋友。
喜欢雅食、音乐艺术的黄总，还特地设计了多款美丽的咖啡杯，希望传递美的艺术气息和游客共享。彩色屋跟阿根纳这么美好的地方，很多客人是来了就走了。我是觉得他要不要带来一些这边的文创的东西，让人家回到家还可以注意到它，还有它也有推广的作用，因为别人会问他，这么漂亮的阿根纳，这么漂亮的彩色屋，是什么地方，他才会来嘛？好，所以这是我的出发心，并不是为了卖东西。那另外一个，这是南方澳的画家做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邀请了2022年国际咖啡杯大赛首奖的柯有正大师，为我们手做的咖啡杯，总共有几十件，全部都是手制，然后窑烧。好，然后每一个大小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手做的东西不可能一样，它这可能是198cc， 这可能200cc。我要让每一个来的消费者都会觉得，这里不是只有卖你吃的，是卖你一个优美的生活经验。当你在这边得到优美生活经验，你还能不来吗？你一定要来嘛！谁都喜欢追求浪漫，谁都喜欢追求所谓卓越。还有，我常常看到这边有很多人下雨天、冷天来这边拍照打卡。所以我就想，我们要不要一个好的空间，让他们愿意除了外面拍完照，可以有地方享受、欣赏，而且停留久一点。因为任何的观光，如果只是来了就走，不会留下记忆。当他愿意来喝一杯咖啡，不是卖一杯咖啡，而是卖他认识基隆，这才是我的出发心。喜欢交朋友又佛心的老板说，对于辛苦来往的游览车司机，欢迎他们到店里面来休息。店内的厕所，如果游客临时有需要，也免费提供使用。希望从小细节做起，打造一个友善的观光环境，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基隆是一个有爱友善的城市。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2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婉晶，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课多点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